歡迎返嚟澳門理想家。今日嚟到新馬路睇下新樓，一手電梯樓由開放式至4房，之後都係1SX 萬至5SX萬。今次呢個單位係特色3房獨立廚房雙露台，客飯廳分明實用高。客房麻雀雖小，5臟俱全。獨立廚房唔怕油煙。另一間房位置充裕，重申多次重點，呢間3房都僅係500萬中，連全屋定製家私電器，仲有公共天台會所俾你使用。有興趣了解更多詳情或折扣，歡迎聯繫澳門理想家各同事。澳門理想家用心為你找尋理想家，你嘅支持係我哋嘅動力，感謝關注。